现代台语版圣经罗马书第13章，大家人着顺服伫顶面的权柄，因为权柄拢是对上帝来，掌权者的权柄拢是上帝制定的，所以反抗权柄是违背上帝所制定的制度，反抗的人会受审判。土地者毋是要互做好的人行刑，是要互做歹的人行刑。你敢无爱做一个免惊有权柄的人？若爱，着做好，你就会得到称赞。因为伊是上帝的册用，伊的职责是要帮助你。毋过你若做歹，着惊伊，因为伊带剑毋是无目的。伊是上帝的册用，是伸冤者，要替上帝刑罚做歹的人。所以，恁着顺服，毋是简单因为惊上帝受气，嘛是为着良心的缘故。恁纳税，嘛是为着这个理由，因为伊是服侍上帝的人，在执行伊的职务。着对众人尽恁的义务，恁欠的着还，应该纳的着纳，应该敬畏的着敬畏，应该尊敬的着尊敬。互相相听的者以外，绝对毋通欠人什么，因为听别人的已经有完成律法的要求。律法的要求是毋通奸淫，毋通害死人，毋通偷窃，毋通贪心。这个甲其他的要求拢包含伫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即句话。听厝边的人袂伤害别人，所以听成全律法。安尼，恁在即个时阵是恁应该困醒的时，因为现在比咱拄拄醒的时搁较接近拯救。暝是已经深，日是得要到，所以咱着脱掉黑暗的行为，穿光明的装备。咱的行为着端正，亲像伫日时底生活，毋通放纵酒醉，毋通好色放荡，毋通三更怨妒。着穿主耶稣基督装备家己，毋通只有图无肉体的事来满足私欲。